中國嘅武術博大精彩，來自各門各派嘅武功亦有代表人物。有一位年青人醉心於武學，少年嘅時候喺陽城張紹師傅門下學習拳技及各種兵器，後再追隨白鶴派吳紹宗武藝大師，憑住勤奮好學同埋不斷嘅習武時，追求更大嘅突破。除練功外，更努力研習中國嘅醫學，更精於跌打骨科。就喺佢努力不懈之下，便順應天道酬勤嘅道理，最終成為一位文武兼備嘅一代武學宗師，更為電影《黃飛鴻》系列主角關德興師傅最尊敬嘅師兄。佢就係陸志夫宗師。喺1931年，當年只有22歲嘅陸志夫宗師喺廣州創立第一間陸館寶義堂。1934年，亦都喺香港成立陸志夫國術社。經過80年嘅光輝歲月，今日嘅陸館已經係桃李滿門，名下嘅國術社已享譽全球。陸志夫宗師除行醫授武之外，對於社會安定發展方面亦不遺餘力，一直參與社會嘅公益活動，崇尚國家興亡、匹夫有責嘅俠義精神。1937年，日本開始侵華，當時陸志夫宗師為咗籌款救國，與當時嘅粵劇名伶馬師曾、譚蘭卿合作演出呢個醒獅表演。於1941年香港淪陷期間，組織自衛團體救護同胞。雖然生活處於逆境中，但係仲派員到廣州六邑籌款援助居民，同埋喺香港派米俾有需要嘅人。當其時，香港政府仲邀請陸志夫宗師守護糧倉，目的係要穩定社會秩序。戰後，陸志夫宗師分別以個人同埋國術會嘅名義，積極參與以下嘅活動，好似1935年英皇喬治五世登基25週年紀念，1937年英皇喬治六世登基典禮，以及1953年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加冕大典。率領同門徒弟200幾人，派出金龍醒獅大巡遊。1967年出席新加坡防癌籌款活動。1970年獲旅遊協會邀請，前往日本大阪博覽會作文化交流，宣傳中國醒獅武藝同埋國術上嘅一點一滴。陸志夫國術總會曾在1978年喺香港賽馬會沙田馬場作開幕儀式表演。1979年亦為香港地下鐵路通車日慶典表演。1993年香港天壇大佛開光，派出金龍醒獅助慶。2003年香港沙士疫症肆虐，參與舞火龍消滅瘟疫習俗活動。從上述事件可見，陸志夫宗師絕對稱得上係具智仁勇嘅一代宗師。陸志夫宗師一顆合骨人心，不單止喺武學上可見，亦可從響應各大慈善團體，多次給予因水災、旱災同埋患病嘅人真誠關懷，受到各界認同肯定。先後獲邀擔任為不同商會成立之會任要職。於1984年，更代表香港國術界出席10月1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國慶晚宴，更獲當時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總理特別接見，風頭一時無兩。在推廣武術方面盡心盡力，更係香港電影第一位武術指導，
先後喺多部電影裏面擔任監製、醒獅表演以及武術顧問角色。追隨陸志夫宗師習武，但不乏為城中名人，包括粵劇名伶阮兆輝、羽佳，電影界學生王子鄧光榮。陸志夫宗師精於詩藝，人所共知。由於舞獅同埋舞龍係象徵吉祥、生氣同埋活力嘅意義，得到好多社會賢達力邀出演於喜慶日子同埋多方面嘅殊榮。今日陸志夫國術總會秉承陸志夫宗師嘅訓誨精神，以詩藝、醫學、武術訓練同埋慈善義舉，一一喺社會不斷燃點。據陸館弟子憶述見證，存留喺每一個人心目中嘅陸志夫宗師係一位謙遜而博學嘅武學大師。佢自強不息及關愛嘅精神，將會繼續薪火相傳，一代接住一代承傳落去，發揚國術文化，盡領武藝風騷。一個接一個，一對接一對，回憶那個他，現在已經幾多歲？舊時某某拍着拖，渴望永遠一雙一對，一輩接一輩。我們是一夥，難得你我他，就像歷史的經過，共同努力80載，歲月去見證那麼多。我們以功夫作伴，一起也一貫。從來都不說你們，就如我們總拒絕沉默，白學派精髓，響遍歐洲星馬與中國。一個結婚了，一個上班了，似在變改，唯只有陸館活在怒海，改不了，但求永遠發着燒，熾熱這世界每一處。我們以功夫作伴，一起也一貫，從來都不說你們，就如我們總拒絕沉默，白學派精髓，響遍歐洲星馬與中國。
作伴，一起也一貫。從來都不說你們，就如我們總拒絕沉默，白學派精髓。響遍歐洲星馬與中，我們以功夫作伴，不捨也不棄。從來都不說你們，就如我們似醒獅一般，從來是我伴，總會找到心愛那一半。Baby baby， 巴啦啦。我杜耀，我陳家媛，像我陸權勝，恭祝陸志夫國術總會武林威將繼往開來。我恭祝陸館80週年發揚國藝陸續有嚟啊！歡迎光臨，請繼續支持陸館。耶！